今日特惠咧就嚟到中山翠亨新區嘅錦繡海灣城啦，一睇呢一個面積咧就係98方，佢可以做到3房2衛格局嗬。咁今期特惠咧就有一個7區3棟13樓06號單位啦，即係中間樓層嘅單位。我報發展商嘅特價先，咁發展商特價咧係897113蚊，咁我哋幫你申請最終優惠咧，可以做到879171蚊，嗱平咗成2萬蚊左右啦吓。另外咧，佢呢度可以做埋低首期喎，我哋最低首期咧只需要5%㗎吓，咁我哋最低首期咧，你只需要44,171蚊，咁你貸款咧就貸83.5萬嘅，咁30年月供咧計起嚟就係3520蚊啦。咁以下呢一度咧就係其他雜費啦，你可以參考一下先。嗱，咁關於呢一套單位咧，而家揾我哋公司買，我哋公司仲可以喺發展商嘅基礎上咧，再額外回贈你2萬蚊現金俾到大家，喺你簽約當日之時返翻俾你喎。相當於咧，發展商最低嘅底價879171蚊，加埋我哋公司優惠之後咧，你總共係859171蚊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單位啦。而家發展商咧仲送埋你全屋家私家電喎，加多9999蚊咧，仲可以送你一個產權車位，性價比直接拉滿啊！關於呢一套單位，如果大家感興趣咧，或者想了解其他戶型樓層啦，或者係申請多啲優惠都好，都可以直接 WhatsApp 翻我哋吓。另外，我哋公司咧仲可以安排免費商務車喺香港接送睇樓噶。咁示範最後咧，就希望大家可以點讚關注或 share 咧俾其他有需要嘅朋友。我哋下期再見。